秋海棠的确不是我自家的事。后厨郎后来辰光刚刚爬出来，你吃葡萄，吃龙头的，那么耍起了呢？今朝是秋海棠呢，因为听地下音乐的机会啊比较多，录像里还有，电台里还有，我个秋海棠但是第一做事。来听课，你都福气好个。今朝妹子这样的大雨大给他来听个为是，起码都我100岁。谢谢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啥人身上呢？秋海棠的性质大家才晓得，我还不必详细解释。事情是发生了陆相一个嫡亲，还是陆少武的身上下。陆少武今年18岁，然后生有道读书，善于英精，好有勤奋。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底下，金陵最佳认得这位马场的姑娘。加上各位姑娘，像有一种实体的感，有一种吸引力的。少武不离气质，受称德，为姑娘的身世受动人，而姑娘的外貌使得你惊奇。为啥的姑娘要出来马场呢？回来回去寻小心，因为你的牙深入寿命要3000块的距离的点名。陆少武年轻气盛，热血沸腾，一记胸部跑下来，放心，这个3000块的包了我们个身上下。那么陆少武拿得出，啥个话？谁当有个小开呀？3000块的慢慢有，这个磨人有点困难。为啥？你不当主呀？你个牙对你加减生意，平常你讲零用动力只有30块，地心的错的在了还是？那么那个东西去门耍你挪呢？胸部没怕做来着，是体龙江的这样。假使去到要商量，要么7等8对。门娘其他问是问个，这个娘了还不当酒个呀？这有拿的麻将本地，我搞些麻将，现在当我2、6个，不像现在辰光，搿点到3子女，男个么才是小皇帝，女个么才是小公主，有啥是啥，这里这个身上这个，也让生活用个，明白？谁要明白？胖胖相。上海有2个小伙子啊，我不是经常让批评你多，平常的生活是真正奢侈到自己底层。现在是不是开摩托车的，要开奔驰的，钞票刷刷刷像律师这样用，等待要办事体，他搞不嘛，2室1台，老头子拿出来，啥天？阿拉洗老包，啥天？洗不老个包来叫洗老包，你哪吃得起？挥霍人生啊！这个龙少武现在辰光分业经济大球了，搿张起龙江特子，搿哪办？动来动去的南京嘛，只有其他自家的姑妈陆相依商量。晓得姑妈人也是漂亮，心地也是善良。假使我姑娘的身世讲不你听，肯定会得动人的，肯定会得帮忙，家囊相助。为做的辰光了，已经神意地中这样。年纪轻呀。心思就觉得了，等不大门转，当，过到姑妈房门口。姑妈，虽然辰光蛮晚，陆相依会分困觉，因为你老规矩，自从和秋海棠分开之后，想起你就要拿你的照片拿出来，摆了收藏在门前，坐定下来，对着你的照片看，讲好。玉琴，我想着你好苦啊！随那个辰光，听见外头外门声音，摇摇静静拿照片抽屉里放好。你起身来走过来，拿房门一开，一看是少华。姑妈，您好。少华还没睡啊？那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呢？这是要弄点花露水出来的。
姑妈，这么晚您还没睡啊？是啊。打搅您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有点事跟您商量商量。明天说。不行，睡不着。那好吧，来，里边来。好。到底下，坐吧。好。这个书房里向收的。姑妈。少华。我告诉你哦，有一件事，好奇怪，好奇怪哦。哦。好奇怪的事情嘛，明早讲也来得及过。不，姑妈，等不及了。今儿晚上非说不可。那么你就快点说吧。姑妈。哎。我告诉你啊。我当了一回英雄。哦，当这一位英勇。哦哟，是我高兴的啦。怎么回事啊？真的，姑妈。有一天，我在金陵酒家看到有一个少女，给几个流氓在那儿欺负，我实在气不过，我就赶上去把那些流氓拳打脚踢，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你看这少女给我救了，我像不像个英雄啊？哦哟，是我高兴的嘞！啊，那是也得来咱面孔像个汤头。少华，哎，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是啊。可是，那个姑娘，她好可怜呐。可怜。是啊。你这个姑娘。她好漂亮。好漂亮。好可爱呀。好可爱。是。我看你。姑妈。着迷了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个姑娘这么好。难道说是哪家的？千金小姐？不是的。她是个卖唱的姑娘。卖唱的姑娘。是啊。楼下一听到给他面孔一白，你这样都一个人家，弄到人家半夜走来女来来，一直等马唱的姑娘等了一段，那个小可真不争气呀！卖唱的，是跑江湖的，原来你跟他混在一起，卖唱的有好东西嘛？分晓得是自家弄哦，晓得是自家弄，怕他的伢子也不会得讲给。姑妈，我不许你玷污了他。怎么了？你不能这么说，怎么能说跑江湖的都是不好的呢？这个姑娘她原来就是个女学生嘛。你要是听了她的身世，你也会同情她的。她这么好，那么好，真的好吗？好。好。她最好的地方就是，哎呦，不然你在嘎巴里口头嘛，玲玲做啥？姑妈。干什么？说也奇怪呀，她这张脸呐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！一模一样。是啊，我开始见到她的时候，我蒙住了，我想怎么搞的呀？我的姑妈怎么跑到金陵酒家来卖唱了呢？也是夸的，我搬出来马唱，你呀，哎呀，我真被你气死了！说姑妈出去卖唱，是真的呀，真的。跟你真是长得一样的呀。一样，这么好那么好，你说吧，我倒要听听那个姑娘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你说呀。你感兴趣了？不是感兴趣，你要说实话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那好吧。姑妈，那我说不说了啊？我唱好吧？唱。唱比说好听。也许是的，可是我唱不好啊，您可要原谅啊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姑妈。像是一个姑娘，她绿绿的拍太凄凉，说问家事本姓侯，姓吴，口天吴，手嘴你点嘿嘿，就是这个姓。姓吴。姓吴的是好人。姓吴是啥人啊？人快都姓吴啊！
姓子讲了像姓子王子改搞做就比王人子啊。天哪，姓个不呀？姑妈，叫什么？他的名字又是好听的很呢。哦，哎，他是叫梅花的梅，宝贝的宝，叫梅宝，吴梅宝啊。吴梅宝，老乡也觉得奇怪，红梅宝，但我亲生囡儿同名同姓，干嘛阿会得就是我囡儿梅宝的呢？不会的，我囡儿吹海浪浪虎呀，不为娘里出来马场，再是天下世界同名同姓的多的是啊，天下想。那今年几岁了？他的年纪又是个好时光啊。看看你娃花正芳，16岁。姑妈，你听说吗？16岁的花季。哦，16岁，哎，非得同名啊，加同姓，而且16岁当我囡儿的同家，16岁，是啊，真的是个囡儿啊！不会个，我问你，这个姑娘念过书吗？念书的。哦，她是高中毕业的高中毕业。女学生呢。她的气质好高贵呀。那么，她为什么不再念书？她怎么会唱戏的呢？唱戏那不奇怪啊。她父亲是唱戏的。那么拎起来着，她父亲是唱戏的，唱什么呀？唱京戏。京戏。哎，什么行当？青衣花旦呐。青衣花旦。是啊。怎么了？吹海棠也是唱青衣花旦，李多阳也是唱青衣花旦，那么看上去实在是个囡子哇！偏偏是青衣花旦出尽身人，哦，青衣花旦。青衣花旦啥天哭了哈？姑妈，青衣花旦你为什么要哭啊？青衣花旦，我哪得那说呢？说出来像诗上个一本的了呀！我想青衣花旦，是苦的呀。哦，青衣花旦是悲旦。啊，是的，我看戏的时候，我就是看到那些青衣花旦在台上，喂呀，是要哭的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么以后怎么了？后来呀，还唱戏吗？不唱了。为什么？这家人家好可怜呐。说呀。谁知天地风暴起。体内不也放，怪来怪去就是那个梅宝的妈妈长得太漂亮了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，姑妈？女人长得漂亮那就是祸水。啊，害人呐！有一个坏人看上了她的妈妈了，把她妈妈抢去，把她爸爸抓去，脸上划了2刀啊，破了她的相啊。这个妈妈也真是的，就跟着那个坏人过日子了，就把自己的丈夫、女儿都丢下了。我说这个女人就是个坏女人啊！给这无上没石头呢，冤枉啊！那你还冤枉？姑妈，怎么冤枉了？你别胡说，他妈妈是个好人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自家的事体哪会得不晓得呢？他妈妈的确是好人。你不是说这个事发生在天津的吗？是的，在天津，我也在。这个事情轰动的不得了，弄得家喻户晓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哦，对，这些辰光恐怕还让那天津，所以了该桩事体呢，是轰动全城的烈日之战。姑妈，你说这家人家可怜不可怜呢？是可怜，是吗？后来梅宝好可怜，她失去了妈妈了，没有办法，怎么样？就跟着父亲回到乡下去了。去干什么？种田呐。回家一记针耕作。哎呀，他身体不好，不能下地的呀。
你怎么知道他身体不好啊？要是我男人了，我都不晓得呢。我想唱青衣花旦，总是那么瘦骨伶仃，弱不禁风啊。可是你想当然子，唱青衣花旦，侪是睡得像林黛玉噶，不一定个四大名旦，所以你这个帽子不要太大哦，回头做些比我位置滚地了。姑妈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他的父亲身体是不好，是啊，种田哪能活得下去啊？没有办法，所以这一次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来了。说是有人带信，是他的妈妈要跟他们团聚啊，那好事啊，好事。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没有？到了上海啊，又找不到人了。找不到，恐怕有道理的吧？什么道理呀？那是耍人呐！哎呀，那么他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？就是啊，这个妈妈是个坏妈妈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姑妈，哎，这次他们到上海来呀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4月份。心在亲呀，大生家，玉在机，望我要入新娘嘛。没信儿啊，你知道吗？上海这个日子不好过，东西天天涨价。所以啊，他们钱都花光了，没有办法，他的爸爸只能再到天长舞台，再去唱戏。唱那个丑八怪，谁要他唱啊？那么不唱戏去干什么呢？他不唱啊，他只能跳啊。跳什么呢？跳啊！我告诉你呀，真可怜呐。他从晚上6点钟开始跳，跳到深夜12点钟，这4毛钱做一个跳壁虫啊！跳壁虫啊！哦，跳壁虫，大大嘴里啦走跳壁虫，做娘呀，跳壁虫也可跳壁虫也不是白带了。姑妈，跳壁虫为什么要哭啊？那没有背蛋的呀，那个跳壁虫怪有劲儿的，就在台上翻跟斗啊，很有劲的。我就喜欢看那个跳壁虫，我才不要看青衣花旦的。青衣花旦没劲，为什么呢？唱的字句我都听不懂。我听来听去，我就听出来4个字。哪4个字啊？都是吃的东西啊。吃的东西。鸡鸭鱼肉。我学着啊。姑妈，你听着啊，那个青衣花旦唱起来就是鸡鸭鱼肉。胡说！不理应得要写出来夸子呀！梅兰芳是口腔子，你自家为红得是尴尬。别胡说了。姑妈，我是逗乐你的。我跟你说，他爸爸做那个跳壁虫啊，真是可怜呐，又累又老又病。后来他病倒了，他吐血了。吐血？大口的吐。哎呀，一痰一痰一的吐。哎呀，可是要吐死他个哇！那是肺病，第5期了。不该。他可只第3期。第3期定结婚的。那么我讲一讲这样，别为讲的结婚的，还有上娘来听得眼里沙啦啦，那么钞票哗啦啦挪出来呀。姑妈，说真的，他的爸爸就是为了这个，他病倒了，要去看病啊。看病？医院里你当然要看病啦。你快点对他们说，这个病耽误不得呀。是啊。该送医院呐。医院大门开，代理无钱魔进来。要多少钱呢？3000。3000块。真的吗？3000块可以救他爸爸这条命。那你怎么对他说呢？我一听以后，姑妈，你知道我这人就看不得那种可怜的事情，我就把胸一拍，我说你放心吧，这3000块我包了。你攞得来啊？在你把的呀。那么。我就想这个事情救人一命嘛，胜造7级浮屠。
那是应该的。对呀，这是要献爱心嘛，是吗？是啊，我是有爱心的。对，你的良心真好。哎，姑妈，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手头不便。哎，姑妈，跟我商量。跟你商量，我跟他说的，我说我家里有个天大地大的大好人，就是我的亲亲热热。我的亲姑妈，我怕我磨皮噻。我姑妈又漂亮又善良，我姑妈就是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一个观世音菩萨。我姑妈一定会答应的。姑妈，您说对吗？我说的没错啊，您一定答应的，3000块，您一定会帮忙的啊。别说了啊，别说了，那么可怜。别说是3000，就是3万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哎呀，我也答应的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跑的是俺东面，是俺那是东广的吧？儿子啦，东广的嘛，那个一起说家看中嘛，学2000嘛，公嘛弄子出来了嘛，那哎，没办法读书也有在，那么生活费也有在房地嘛还付他在，这个我别呢，公啊。您可真大方啊！不过我将来要还你的啊，等我赚的钱，我一定还你。不过利息我是不付的。姑妈，那拿来呀。今天怎么有呢？救人如救火呀！那么晚了啊，也要到明天听差开了门到银行里去拿呀。哦，你的钱都存银行的。姑妈，那你说了话不能反悔啊。算数。算数的，明天给我啊！是，那是救人命的啊！哎，楼下一想来桩事体，门子半日天了，再要紧一桩事体，我分弄清爽。搿马场姑娘叫红梅吧，搿么你都要叫啥名字啊？炒菜烟花队，名字唔白。少华，他的父亲叫什么呀？他父亲，我得都能干嘛？因为牙关我耍的了。不大关心你儿子了，想想看。提过的，就是记得不大了，印点嘛有一个，是好像有个堂字，有个堂字，还有一个海字，海棠糕，也是夸在海棠糕还吃过啊，叫秋海棠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是秋海棠啊，秋海棠，真的叫秋海棠。我的玉琴呐！百事家家。
金玉哈半山，想不到竟然是喜容天家。我是这一等美衣房，我们配房这是一大。今日里我须得过，我没把忘。来早同饮出门了，我要喂一喂我那这是谋下的亲夫啦，我要把一把，我没把女儿嘛，女儿没把我的哈姑娘啊，哪怕是抽大台位是狗日光嘛，哪怕是倾家荡产一幅房。这样一家都是身比三天。我这样一把人家头里，我不让我谁飞呀！小花，姑妈，我喝口茶啊。可以。哎，姑妈，你约他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呢？明儿晚上，7点钟，经理酒家见面。为什么不约他在明天早上7点钟呢？那比我晚先这家。姑妈，我想救人如救火呀。哦，是啊，不过早上那个金陵酒家不开门啊，他没早茶的呀。那也是啊。哎，那么这样，明天晚上吃了晚饭早一点，6点多，你来叫我。叫你干嘛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？你个来领不清楚。你们山头山女大家盘头嘛儿子啦，我米蛋叫我用得嘞，你搞了还说上天灯牌。姑妈，您去干嘛呀？您是信不过我呀？你以为这3000块我不会交到他的手里？我这点事情我还办不了吗？您就别去了，好吧，姑妈。您老不是说头疼吗？头疼在家里歇着吧。那往phía去是phía去，别去了，姑妈，别去了呀。晓得在，看上去当我人没有意思了还，不晓得我去啥个目的？我半夜去个摇手啊，小花，你喜欢那个梅姑娘吗？啊？哪说法呢？我在迷空。姑妈，您要提这个问题，我可有点腼腆。哎呦，为怕哪位人啦？说真的，姑妈，我跟我亲妈都没说这句话。你说呀。我今天跟你把心里话掏出来说一说，好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一看见这位姑娘啊，我好激动啊！我觉得我理想中的她，就是她了。都讲他个，就是他。对，你喜欢他？那没话说的。那么好吧，我明天去不是为别的，让我去看一看。你说的那么好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像你说的那么？怎么了，姑妈？你别逗我，跟你做一个媒，是吗？是的。哎呀，我的好姑妈，我的亲姑妈，那你去。不过我想去了，恐怕太讨厌了，还是不去的好。哎呦，那么大瓜子子，好了呀，姑妈，您知道我这心里头多着急哟。真的要我去？去吧。那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这事儿还得您帮忙呢。
这对小夫妻当然是拉拢，根本两个人挺好，也提成2分钟，你都是表兄妹哇！表兄妹哪还结婚呢？近亲结婚养出来要比白吃个哇，是不是？不过那个呢，这现在科学发达，血肉太硬，养出来个小囡呢恐怖不大，还智商也低，其实也帮得起的呀。那第四个表里应了，表兄妹配亲嘛，没这么个事体啊！甚至他的放亲，大致上猜我们还是表兄妹呀，分天间有谁来养出来个光头啊？是啦。那么你这结婚呢？楼上的美伴结婚下来，可以说非常幸福，十分美满，养不得来。这些人我不稀奇的呀，都是我说夫妻的呀，4男4女，而且4代，生的呢公公听话，漂亮，马上才比我好。请都放心啊。一个人不像同龄的这个3岁这样各种好哥哥，不该，才是顶呱呱的。所以对夫妻来这个美满，但是我不是让你给他提倡，现在能够避免嘛，当然顶还是避免，而且呢，血有越有越好，顶还要行得滚下去，文学儿为要领快嘞，啦，那么血有这样。那么真正一个为是呢，叫系统添加，希望大家听这个为是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家都有。那么我要单独个的拜。